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6年3月1號，已經係星期日啦。嗱，好啦，咁我哋見到咧呢個哈梅內伊咧就香咗啦。咁嚟緊伊朗咧呢個局勢啊，其實咧對幾個國家咧係好不利嘅。最不利嘅其實就係俄羅斯，第二就係中國。好啦，咁點解係俄羅斯最大嘅影響咧？因為伊朗咧，佢不斷咧係有導彈咧、武器咧、軍火咧、炮彈等等咧，係供應俾俄羅斯去打烏克蘭。而家伊朗呢度咧一旦斷咗，嗱當然啦，咁革命衛隊咧嚟緊呢啲活動咧就唔係公然嘅，可能會地下進行。咁但係當你一個政權受到全世界及住嘅時候咧，咁你到時再運武器俾俄羅斯咧，就會俾人打擊噶啦。嗱，呢樣嘢咧，俄羅斯係深受其害嘅，係最大鑊嘅嗰個。好啦，而且咧，第二個就係中共。中共咧好多時係依靠伊朗嘅石油。嗱，好啦，而家伊朗咧有機會咧嚟緊要再偷偷摸摸或者革命衛隊咧都未必可以名正言順去動用啲石油資源。好啦，好大機會咧，中共係要咧係加強呢個同俄羅斯買石油，因為咧佢係有管道嘅。佢嘅管道直接咧就由俄羅斯經過呢個西伯利亞咧就輸送落嚟中國，天然氣都係。咁問題就係你本身喺伊朗亦都買好大比例噶嘛，而家伊朗一旦咧出現咗咁大力嘅權力真空，係咪仲有人同你接洽咧？嗱，所以咧中國一時間咧就會斷咗呢個能源，或者你起碼斷一部分嘅能源。但係咧由於呢個叫做沙特阿拉伯參戰，所以咧封鎖波斯灣咧就未必咧可以做得到啦。點解咧？你而家都俾人打到撲街啦，你仲有能力封鎖波斯灣？嗱，呢樣嘢我就反而唔信嘅。有沙特阿拉伯落場嘅話咧，根本就唔怕就唔怕你封鎖，因為咧一定會有條航道嘅。你自己都自身難保啦，可能而家伊朗嘅海軍都俾人炸到撲街啦，係咪？嗱，好啦，俄羅斯最大鑊係咩咧？最大鑊就係而家佢本身其實都係搖搖欲墜。早幾日波蘭嘅呢個外長出嚟講，佢話俄羅斯冇錢噶啦，佢而家得翻170噸黃金嘅啫，所有手上嘅錢使晒咁滯噶啦。俄羅斯最近呢就宣布緊急停火7日，嗱，表面上咧就話咧俾面特朗普，實際上係唔係嘅，根本佢而家嘅兵力咧就嚴重短缺，短缺到咩程度啊？佢要加大咧向嗰啲喺俄羅斯申請緊簽證嘅人，要逼佢哋去服兵役，包括中國人，有66000個呢啲中國留學生會送上去戰場做炮灰。另外，之前美國有一批 MAGA 嚮往俄羅斯係一個基督教樂土嘛，去申請俄羅斯嘅去嗰度居住嘛，呢班人亦都要上戰場㗎，要做炮灰㗎。好啦，當然仲有咧，佢哋俄羅斯由呢個亞非拉地區主要係南亞啦，喺印度啦同埋非洲國家咧，咗大量呢啲勞工嚟，表面上就話去工廠打工，每個月要用2500至到3000蚊美金嘅價格去吸引佢哋嚟，佢哋嚟。好啦，結果咧，一去到俄羅斯咧，就直接咧就送咗上前線，訓練都唔夠1日咧，就拱上去死。最離譜嘅係乜嘢咧？就係嗰啲叫做囚犯同埋咧個重症病人啊。好啦，俄羅斯而家咧有一批嗰啲叫垂危、身患絕症，譬如癌症甚至乎係愛滋病嗰啲傳染病嘅，佢哋而家有隊叫病毒部隊，就係身患頑疾或者咧係有傳染病、愛滋病、高度傳染嘅其他疾病等等性病，全部咧就拱上前線，但係佢哋有識別嘅。軍隊知道邊啲人有傳染病，就愛嚟咧係送上前線做炮灰，目的係要消耗烏克蘭嘅彈藥、無人機、炮彈等等。好啦，最離譜係乜嘢咧？就係傷兵啊！啱我睇咗一節咧，係關於西方嘅報道，係訪問一啲俄羅斯嘅傷兵。佢話有啲傷兵咧斷咗隻腳，2支都未裝，就送翻上去上戰場，將佢夾硬拱翻上戰場。嗰啲包紮住嘅手腳可能斷咗隻手、斷咗隻腳，或者咧傷殘，甚至乎2隻腳斷晒，都夾硬送佢上戰場。實際上呢啲係死緊嘅，係嘛？等佢其實送死嘅啫。咁佢哋目標係做咩咧？佢哋俄羅斯有個講法就係只要你可以消耗烏克蘭嘅彈藥，你就有價值，因為你本身傷兵係負累嚟嘅。
國家要用錢去醫你，要去係嘛？任何嘅醫療都要錢噶嘛，係嘛？呢啲係一種負擔，所以咧國家唔願意負擔，要你哋咧就做埋炮灰，用你哋身體剩餘嘅價值去消耗烏克蘭嘅彈藥。嗱，呢個係俄羅斯嘅政策嚟嘅。好啦，咁啊佢哋話咧而家將呢啲兵咧劃分做幾大類，第一就係囚犯嗰啲傷兵啊。咁啊，仲有咧嗰啲身患頑疾同埋絕症嗰啲傳染病兵、病毒兵，跟住咧仲有呢啲叫做僱傭兵，同埋咧翻嚟用人口販子翻嚟，佢哋都一樣啦。僱傭兵同呢啲溝埋一齊嘅，就係海外嘅，譬如話咧有啲非洲嘅僱傭兵，有啲咧就係南亞嘅咁樣嚇。咁啊，甚至乎佢哋喺呢個柬埔寨啊、緬甸啊都吸咗啲僱傭兵嚟，但係嗰啲都係上戰場都係好快冇噶啦，因為咧。烏克蘭而家呢個戰場咧，實際上係全世界最先進嘅戰場，最高端嘅暫時。咁你一般嘅士兵咧喺戰場你係冇得鬥，你輸緊，因為咧你唔會見到烏克蘭軍隊啊，你已經俾無人機炸死咗噶啦，你只會面對無人機。咁所以咧，而家俄羅斯嘅做法就係利用呢班人必死嘅人咧，就去消耗烏克蘭嘅無人機嘅彈藥，就係咁殘酷噶啦。所以嗰啲咧。有受傷嘅傷兵拱晒上戰場，身患頑疾嘅，有 cancer 嘅，有艾滋病嘅，又係拱晒上去。好啦，嗰啲咩南亞翻嚟嗰啲咧，同埋嗰啲僱傭兵咧，又係咁樣。咁佢哋因為點解咁做咧？因為佢兵源完全調動唔到啊，佢唔敢喺國內徵兵，因為佢國內一大量徵兵咧。就會令到一啲咧叫做權貴啊、有錢啊、上流社會啊嗰啲中產家庭咧就動搖佢哋支持普京嘅呢個叫做咧嘅民意，佢哋好怕嘅，因為上次全國徵兵咧就喺俄羅斯聖彼得堡呢兩個大城市嗰啲有錢佬咧走晒，全部都逃亡去外國，咁佢好怕呢樣嘢嘅，佢驚啲人帶埋啲錢走佬好啦，咁啊最怕就係佢國內都出現動盪，所以而家根本俄羅斯就搖搖欲墜。點解停戰7日啊？而家要喘氣啊！佢根本就自己唞唔到氣。好啦，加上咧，啱啱烏克蘭嘅國防部長啊，就同伊朗馬斯咧已經達成咗協議，全面切斷晒所有俄羅斯使用星鏈同埋佢相關嘅技術。所以而家俄羅斯嘅前線士兵基本上等於盲頭烏蠅，根本唔知道去邊度炸，唔知道要做乜嘢，只有等死嘅啫。前線嗰啲全部都係肉嚟嘅，係等人哋嚟炸嘅啫。冇其他嘅，甚至乎已經廢咗武功添好多，所以最近烏克蘭嗰個反攻嘅力度好猛烈啊，好犀利。嗱，好啦，咁啊究竟可以攞翻幾多土地咧？而家咧其實已經據說呢2個月啦，已經攞翻300平方公里噶啦，即係話俄羅斯入侵咗4年，攞咗烏克蘭嘅土地，而家佔領緊嘅唔夠1%。嗱，當然啦，唔計克里米亞嚇，如果計埋克里米亞就好大嘅，但係如果唔計克里米亞咧，只係佔咗1%啫。即係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嗰2個州咧，都已經全部咧潰敗啊！前線軍隊，而家烏克蘭咧進一步就炸呢個叫做俄羅斯嗰啲油管啊、嗰啲運油設施啊，同埋嗰啲叫做天然氣嗰啲新能源設施咧，其實令到俄羅斯就好傷，又買唔到啊！連唯一去俾匈牙利同埋斯洛伐克嘅都斷埋，唯一嗰度仲幫襯佢嘅都斷咗啦，所以咧基本上佢呢場仗佢頂唔順嘅。而家問題就係睇下，如果特朗普唔係夾硬逼烏克蘭咧，實際上咧，普京可能喺幾個月內咧就會潰敗。嗱，咁當然啦，就係前線兵員完全去到咁樣咧，所以點解要緊急調動嗰啲叫做咩啊？係喺俄羅斯嘅外國人都要捉埋你參軍啫。其實捉你參軍嘅目的一樣嘅啫，都係你做炮灰嘅啫。咁嗰啲其實去得俄羅斯旅行嗰啲咧，都應該做炮灰㗎啦，係咪？邊有咁蠢嘅？危邦不入，邊撚度有咁傻閪仔去俄羅斯旅行，去俄羅斯讀書，係嘛？呢啲都係其實咧死有餘辜啦。落到去咧你同閻羅王講我係戇鳩嘅，死於戇鳩，冇其他㗎啦，冇理由㗎啦，冇道理㗎啦，一定係投胎，一定係做畜生㗎啦，係嘛？嗱，好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睇過呢個前線局勢啊，其實咧對呢個俄羅斯係十分之不利。再打落去，佢根本咧冇幾多。好啦，斷埋伊朗啊，佢又少一條呢個叫做咧嗰啲叫做軍火嘅來源，更加短缺，更加冇啊！之前仲有伊朗大量嘅炮彈同無人機，而家好啦，伊朗肯定斷㗎啦，嚟緊咁伊朗斷咗佢點算咧？所以咧，今次係一件好事嚟嘅。
全世界嘅局勢咧反而向翻好嗰方面咧係傾斜。俄羅斯有機會喺今年潰敗，伊朗已經係崩潰，不過伊朗可能會爆發內戰。呢節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留言，多啲 like 同 share。覺得好聽嘅可以介紹俾親戚朋友聽，訂閱埋 Patreon，多謝晒。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